今日我哋講下風靡全球嘅唐山彩。唐山彩一種流行於唐代嘅原釉陶器，係對漢代釉陶嘅發展最早出現於唐高宗時期。元宗開元時鼎盛，天寶以後衰落，對宋山彩、遼山彩嘅發展有着重要嘅影響。唐山彩之名源於洛陽，洛陽係唐山彩最早嘅發源地。1905年到1909年，清政府修建隴海鐵路開封段到洛陽段嘅時候，喺洛陽北望山腳下施工損毀一批唐墓，出土咗好多山彩嘅名器、動物同埋人物俑。古玩商將呢一批文物運以北京，私下稱其為唐山彩。唐山彩多以含有大量嘅高嶺土嘅白色黏土為原料。唐山彩佢係先喺1000°C 度以上嘅窯溫下燒製呢個素坯，上釉後再喺800°C 度左右嘅低溫下燒成。有啲喺釉下胎上採用刻花、畫花、貼花等技法，做出咗鳥獸、花類、人物嘅裝飾。釉係由鐵、銅、鈷、錳等多種程式元素嘅礦物配製，作為助溶劑嘅鉛，既可以降低燒成嘅溫度，又可以將呢個釉面特別光亮。各種着色金屬氧化物溶於原釉中，相互交融，自然流暢，形成斑駁美麗嘅釉色。顏色有黃、綠、白、藍、褐等。其中藍釉係中國最早以古土礦作為材料所呈現嘅釉色。但係唐山彩大多數都係名器，只有少部分作為生活用具。器類主要係有俑、動物、模型器、建築構成4大類。其中俑和動物喺武則天時期出現嘅。元宗開元時期，唐山彩藝術發展到頂峰。雖然唐山彩最為出名，但係唐山彩剛才都講到佢係為名器，大多數都係以陪葬品為主，所以喺風水嘅角度係唔建議去收藏。但係到咗清朝，康熙創立咗自己嘅山彩藝術品，名叫虎皮山彩。